恁心中有2种药啊，一种是怎来食，一种是唱来听。恁心是先生的本命，百年老店讲互恁听，恁若有心事讲互伊知影，对症下药，互恁面行兄。对。阿娘先生，药啊是要治心，心药是要治心。可是有人的病根在心，啊，食几百贴的药啊，嘛拢无效啊。啊，若看一出戏，啊，着看破心来干，迄病着好一半。哦，所以阿娘先生，你哦才会摆这么济古册本，咱的用方就是看戏。这哦，先生甲你讲，这拢是古早人的智慧。看戏都亲像伫咧照镜，就是咧照家己。唉，可是现代遐个少年人啊，古早的戏出看拢无，啊嘛无人要看，所以啊，知影咱人心中的人哦，愈来愈少。对啦，阿娘先生，我会认真学，将恁心动，互全世界的人拢知影。哦，好啊好啊，唉，奇怪，啊这不都没头，啊都讲吼伫咧巷仔口就够啊，啊结果佫拢无看到，啊佫冤来冤去，吼冤甲规身命肝有影。对啊，迄林心动，互我找着吼，哦，唔相信找无，阿廖先生，阿廖先生，阿廖，哎呦，哎呦，歹势，这位先生，你是安怎啦？安尼雄雄公公是咧火大哦。哎呦，我就是当咧火大啦，啊我就叫阿火啊。你真正你气干呢？歹势啦，阿童啊，对人客唔通这么无礼貌。哦，你是阿廖先生哦？哎，是啦，我就是阿鸟先生。哇，真棒！歹势哦，这本是阮的啦。歹势，阿廖先生。体大伯啊，牛水鬼。你拄则讲了这什么名？我阿火啊啦。你是遇到什么困难是无？大困难啦！阿廖先生，我吼，迄头路拢无顺，交女朋友嘛袂顺，迄厝内嘛无顺，我的身体哦，搁较袂顺。先生，哎呦，暗时我拢困袂去，我的心内亲像火在烧。想袂做头家，为虾米袂睬阮，只睬我一个？阿火啊，这唔着简单。你敢有想要知影是为虾米？有啊。做想要知影的，
答案就是你拄则甲我弄倒这本谱啊。体肚白啊，牛水鬼，双脚踏双船，心肝乱纷纷，两脚拢唔白，摔落去水底无身魂。啊！5,000万啊，予我着着，我着好野人。不免上班，我做头家，我着真轻松。嘿，我就是一个好野人。着5,000万，5,000万啊，予我着着，我着真好康。我着规工拢免叮当，我来管人，嘿，我做头家真轻松耶！嘿，迄善人思相报，啊，再添3年情。啊，怎？我望一个望，我着着5,000万，目睭白金。煞空空，啊，无钱无人要嫁予我，啊，今年食到50外，啊，无某无狗落汉脚，暗时啊无某通做伴，迄顶过下过拢为过。唉，啊，食饱都无代志，啊，点啊这工啊比提刀无趁钱。啊，较赢咧食死米，后人要坐船无？后人要坐船无？唉，啊，今仔日一寡剃刀的拢走去佚佗，啊，单剩我一个，啊，我着踮遮加减啊趁，啊，较袂散。过一样去，那出头了，迄罗汉脚着，迄目屎流落，迄查某囡仔拢是嫌我流落，看破着踮遮。困船头路，提刀伯啊，提刀伯啊，阮要坐船。哦，提刀伯啊，阮嘛要坐船。我，啊，恁4个要坐船哦，啊，一寡提刀拢走去佚佗，啊，单剩我一个。你一只船会当坐2个，啊，阮4个人是要安怎坐？要无，咱来等，明仔载才过来。等下啦，等下啦，等下啦，等下。啊，我想看卖啊咧，吼，等。哎，啊，我等真久啊呢，啊，哪会当去走去啊？啊，这，啊，有啊。啊，来，姑娘啊，来，阿伯啊，带恁4个人过溪。阮4个人坐你一只船。我毋着冰船。哎呦，袂啦，姑娘啊，少年头家，啊，恁2个坐一只船，啊，恁2个坐一只船，啊，4个人坐2只，阿伯啊，双脚踏双船，带恁4个人过溪。啥物啊？双脚踏双船，安尼敢袂稳？阮毋敢坐。恁是毋通看了无点哦，啊，我老懵老也阁会步土豆，我功夫是一流的，啊无安尼啦，啊船费收恁1半就好啊，啊4文收恁2文。安尼会好，也无试看卖。
啊，毋过吼，恁来甲我配合无？啊，我若叫恁坐好正，恁就爱坐好正；啊，叫恁换正平，恁就爱换正平；啊，换倒平，就爱换倒平。啊，听我的号令。公母呀，公母真好。嘿，叫恁换正平换倒平，你是有听到无啦？哎呦，好啦。安尼好，我来去准备吼。嘿嘿嘿嘿嘿嘿嘿。嘿，嘿，嘿，呼，这，哎，呼，呼，呼，哎，请就准。呼，呼，哎呦，哎，犀利哦！嘿嘿嘿，准备开准喽！甘心的人，做拢会变，身躯拢会变。今仔日换你甜，换我胖。啊，你毋是迄个剃刀伯啊？嘿啦，少年诶，啊，你是毋是甲我同款？啊，上班拢想要着奖冠，想要着5000万。啊，上班无心无情，想要做头家。啊，你哪会知？啊，因为我著甲你同款贪心，啊，毋才会撞着水鬼。啊，即马吼，我已经拗住，BB，会通，会通，拢嘛看会到，也阁有啦。啊，你是毋是四界去兼差因工课？啊，日时啊拄久，爸母甲女朋友嘛无时间通陪。啊，这你也知哦？安尼你无互人识头路，啊，女朋友要插你，正是奇怪咧。有看到，我就是你的囝，啊，你千万唔通甲我同款，啊，以后后悔就伤慢啦。我知影，我会改，我会改，我会改。你是有熟识哦？哪会在讲话？啊，你看会到我？啊，你敢看有？我当然嘛有看。会通，会通，拢会通。阿慧啊，啊，你想通啊未？想通啊，想通啊！迄真紧吼，就会弄破我。以后我做代志，我会守本分，我袂阁食汁看软，我会专心做好一件代志。好好，专心就是药，也若灵解就是远。你若有记住的，你的病就会好，啊，人生嘛会好啊。嘿，我开几贴药啊，互你安定养神，食几贴啊就好啊。啊，多谢，多谢你，阿东多谢。准备药啊。好。
开药啊，有定准，药头换半全白粉，药啊食了就会爱困，困去就会有好精神。阿东，多谢先生提醒。来，先生，多谢多谢多谢了先生。啊，这偌济钱啊？啊，我能随就好。好好好，安尼这。多谢了先生吼，我先来去。阿东，安鸟先生，先生拄则叫你开晚市一钱，你摕什么？我包做药的。安鸟先生，我想讲哦，迄药名我拢有记起来，要毋过煞记毋着晚字继承药的，啊，都要讲啊。你呀，晚市是治心神，改善失眠，心神不定的人服用。也若是益智，是帮助记忆力减退、消肿化痰。这两项药啊是无共款作用。你摕药啊的人，哪会用来分心啊？药是要救人的性命，抓药、包药、配药，拢爱专心。啊，你若是安尼，大概毋对，严重是会害人一条命，你知影无？你敢担会起？安鸟先生，是我无够专心嘛。老规矩，做毋对爱安怎？你家己讲。我爱贵。钱啊，上济啦！我也无病啊，我为什么爱食药啊？你有病？我有啥物病？这么老的故事，跟我有啥物关系？也搁跟阮查某囝有啥物关系啊？5,000啊，好我着着，不免做苦工。大雨细雨，予人心善，不免困空放。我是一个幸福的人，忙着5,000万，大家拢来甲我祝福，我是好野人。出门拢是不免叮当，有人看脚望，嘿我做头家真爽势。5,000万啊，好我着着，不免做苦工。大雨细雨，予人心善，不免困空放。我是一个幸福的人。5,000万，大家拢来甲我祝福，我是好野人。出门拢是不免叮当，有人看脚望，嘿我做头家真爽势。对吧？喂，
谢。